作者千 DJX。故事夢幻島千版0.1至第3代夢幻島創造神命運機創世經歷故事第18集。天道是隸屬創造神嘅宇宙皇族，這個宇宙是按個人好壞即去評級，有做壞事做錯事還沒有得到天道懲罰，可能是的，福報還未扣減完。如果福報一經扣減完，天道將會按誰做壞事犯下罪行大清算。宇宙運行，不論是誰都要按照天道的法律謹守行為。當然每個不論是誰，只要做好事就會按積分，就會有好天道的福報獎勵。你們可以向天拜天道，如果做好事，無論你們今世還會有得到獎勵，請不要發脾氣，因為天道是最後的積分確定，最後一定會按積分獎勵你們豐盛的生活。沒有誰能做錯事可以逃離天劫的懲罰。關於這宇宙是創造神嘅宇宙皇族公海法律，無論誰在宇宙起事端按公海法律去處理，所以做任何貿易一定是有商品說明條例。假的產品切記不要轉手給買家，你們若用假產品欺騙買家，將會是公海規則處理。如果你們經商用假貨欺騙了無論誰，是會給公海的買家私了，騙徒不得追究任何損失，請好自為之。